您可知皇上因何下此旨意？不久前，周国才与大齐达成盟国协议，这么做岂不是背弃盟约吗？哎，殿下怕是您在长安城常来常往，玩出感情来了吧？殿下不知道吗？周国正与突厥商议联姻，北方周齐突厥三方鼎立。若周国与突厥联姻，那是咱们大齐违背盟约，还是周国违背盟约在先呢？皇上让奴才给兰陵郡王带个话，殿下可是咱大齐的皇族，若殿下都不肯听从皇上的旨意了，那么大齐的皇族还有谁能领兵打仗，保家卫国呢？孤不敢，请宫人代为回禀皇上，孤必定以江山社稷为重。那就好，奴婢在这儿祝殿下旗开得胜。有劳。启禀殿下，将士准备齐备，正等殿下前去。长公，这是洛云给您准备的换洗衣服。洛云，好好照顾府里。是。长公，我等你。快尝尝。皇上，怎么样？亲手所做的膳食可香？香。那亲所斗胆跟皇上讨一职位，让我进御膳房做事如何？哈，朕倒是想由你来执掌御膳房。可惜，不晓得四弟答不答应啊？我做的膳食，只怕是他吃都不想吃呢。哼，朕不信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四弟的嘴啊刁得很。朕还记得，父皇在世时曾经举行家宴，厨子做了一只鸡，当时四弟只有8岁，他只吃了1口，就不吃了。父皇问他为何，四弟曰：“这只鸡不是厨子杀的，已经死了1日以上，必是病死的，而且肉质粗粝，绝对不是家里养的鸡。”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那个厨子就跪地谢罪。原来上菜前，厨子才发现准备上席的鸡将笼子钻开了一个洞，逃走了。厨子无奈，当时天色已晚，只好去买了一只死鸡。依我看呐，那只鸡就是宇文邕放走的，他故意要看那厨子的笑话，说不定那个厨子平时哪里得罪了他，他才想出这个办法出手整治那个厨子。果然了解四弟的人，莫过于你了。是真的？真的。四弟讨厌那个厨子刻薄手下，所以就故意放走了那只鸡。原来他还会打抱不平呢。是啊，他还会记恨人，你要小心啊。我才不怕呢。其实四弟也是不容易，8岁之后就被送到齐国做质子，要不是他心思沉稳、聪明机敏，可能早就在劫难逃了。从小看大，3岁看老，看来这个宇文邕从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吃。君所，
你，我很好奇，是什么事让你这么心思反复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大白天的，你竟然私闯皇宫，你可知罪？我在大周朝有世袭的爵位，怎么就不能来皇宫吗？还有，刚才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是什么事让你这么心思反复？跟你没关系。也许你的心事是与我无关，但你的人却与我有关。你可记得，你我还有婚约？我是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你做皇上的侍膳宫人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自从凌霄阁点火开始，我跟你已经毫无瓜葛了。毫无瓜葛？如果不是我在凌霄阁外留一条出路，你以为你可以活到今日？还是你已经倾心于宇文邕，想与我早点撇清关系？我现在只想待在皇上身边，其他的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。你甘愿死在皇上身边，也不愿跟我走？死？我袁清所还真没想过，而且我也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你还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回你的小春城，过你的清闲日子。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若我这河水还就要冒犯下你这井水呢？总要让你的未婚夫把话说完吧。若我可以打破朝政僵局，助皇上和宇文邕脱困呢？你？对，我拥有世袭的周朝爵位，朝中大臣都与小春城有明暗往来。若我振臂一呼，引领诸位大臣在朝堂发愿，支持皇上，势必会打破僵局，救皇上于水火。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宇文护权倾朝野，别人巴不得去巴结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只要你肯跟我走，遵守诺言，成为小春城的城主夫人，我没什么做不到的。你说的话都是真的？我诸葛无血，言出必行，你大可放心。我怎么，我开出的条件还不够让你动心吗？还是你根本就不想遵守诺言，与我在小春城白头偕老？你怎么，我诸葛无血千里迢迢从小春城赶到长安城，冒险潜入皇宫，对你还不够情深吗？我哪里比不上宇文邕？宇文邕可从来都没有对我提过条件二字。好，既然是条件，我就要个结果。我要想一想。朝中行事刻不容缓，你还是早做决断为好。哼。主上，这高长恭在边陲蠢蠢欲动，该想个法子，让他知道咱们大周朝的威风。高长恭在边陲远得很，就算他得到什么消息，直逼长安城，也要花费一些时日。现在令人头痛的还是这里。主上，属下不明白，既然主上心意已决，为何迟迟不动手呢？皇宫周围守卫可有缺口？奉主上的命令，已经把长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各个暗道都在监视中，并未见到有消息互通。看来皇上是要舍身饲虎，保住江山。保住江山？笑话！有主上在，江山何时轮到他说了算呢？速速查清楚，朝中大臣除了露出苗头的那几个之外，还有谁跟皇上互通往来，死忠不改？寡人要将他们一网澄清。是。皇上，先喝杯茶吧。你的身子刚好，应该多休息才是。不过，朕不知道还有多少清闲日子可过，还是多看些奏章，多知些民情吧。宇文护权倾朝野，这些奏章当中，不知道有多少是实话，又有多少是奉命宇文护而受益的。
我大周朝廷自然有不少臣子屈服于宇文护，但是依朕看来，也有不少仁义忠诚之士。对于忠诚之士，善加利用；对屈从之人，导之以诚，劝之以善。他们会不顾一己安危，对朝廷赤胆忠心的。那皇上觉得诸葛家族怎么样？诸葛家族，诸葛家族虽身处小春城，以安然自居为家训，可世代承袭爵位，势力遍及朝野，不可小觑。假如那诸葛无雪振臂一挥，可否帮助皇上摆脱困境？青锁，诸葛家族亦正亦邪，多年以来久居边界，与大周齐国皆有勾连。你怎么会想起让诸葛无雪参与国事呢？我是觉得，皇上现如今身陷泥沼，而宇文邕又处处受到牵制，现在应该找一个契机打破僵局才是。病急乱投医，青锁，四弟为了救你出小春城，费尽心机，万万不可作茧自缚。朕知道你与诸葛无雪之间有些纠葛，别说朕素不信任诸葛家族，就算诸葛无雪履行诺言，朕也不会拿你去换。皇上，记住，情爱不是用来交换的。若因朕之困境，玷污了青锁的情爱，那朕不单是对不起你，更是对不起四弟。朕永远都不会安心。皇上，你跟四弟幸福了，朕就开心了。青锁，你要问问自己的心，什么是值得的，什么是不值得的。皇上的话我记下了，我会再想办法帮助皇上摆脱困境，而我绝对不会再用自己去换任何东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要你的答案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回小春城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当然想好了。你宁愿死在皇宫里，也不肯跟我走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那宇文玉呢？你想亲眼看见他死？你想怎么样？我只想你跟我走，我自然会兑现我的诺言，帮助皇上脱困。皇上说的对，情爱是不能用来交换的。诸葛城主要是有心，可以助皇上一臂之力；若是城主无心，就算是把我的人带走，可我的心还是留在长安城里。如此强求，城主觉得有意思吗？我诸葛无雪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就不能让你有一丁点的感动吗？诸葛城主，谢谢你。你的心里装的是高长恭，还是宇文邕？我的心里装的自然是我自己。倒是城主，应该平心静气的好好想想，你的心要的究竟是什么？诸葛城主对我当真是真心的吗？袁青锁，你会后悔的。夫人，这里摆这么多蜡烛干什么？这些都是皇上让奴婢们准备的。
参见皇上，皇上久等了。能够吃上青所亲手做的糕点，朕就算是再等一夜也心甘情愿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看见乐工人他们在门外等候，还摆了蜡烛。你看，我也给他们做了些点心呢。乐工人，在，开始吧。是，全都点上。青所，来。好美啊！是啊，是很美。天就快亮了，等到蜡烛燃尽，糕点吃完，黎明就会到来了。对，皇上说的对，深夜再长，天总会亮的。你愿意陪朕看早晨的霞光吗？当然愿意。青所，朕有话还要跟你说。皇上请讲。这些糕点很香，不如咱们先用点心。遵旨。青所，真是有心呐。小小心意，皇上喜欢就好。青所真是心灵手巧，蕙质兰心呐。皇上过奖了。啊，对了，皇上，上次你送给青所的马还养在大司空府呢。等有机会，我想跟皇上赛马。好，朕就等着那一天。皇上想吃哪一个？这个。皇上请用。皇上，请用茶。青所的手艺真是让朕刮目相看。皇上又过奖了。不过，皇上把工人都支开，莫非是想劝我离开？你果然冰雪聪明。皇上，以性命作为赌注，防得了一时，防不了一时。朕希望用你的聪明去帮助四弟，好好照顾他。皇上，你为宇文邕所做的一切，我都知道。皇上是重情重义之人，而宇文邕又岂是薄情寡义之人？皇上真的认为，假如皇上舍生取义，宇文邕就会坦然自若，安身立命吗？所谓绝处逢生，只有朕舍生取义，才能让朝中的大臣看清楚宇文护的真面目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天下人都会知道何为正，何为邪。只要上下一心，就能振兴大众。皇上还没有走到绝路，为何皇上要用舍生取义来做赌注呢？宇文邕绝不会白白在宫外等着的，他一定会有所行动。所以皇上只要保重龙体，内外夹攻，我想未必会败给宇文护。假如内外夹攻，如果我失手，我与四弟
绝无生还之路。朕要的是万全之策。即使没了朕，四弟一样能安享天下。这样，朕心足矣。皇上，青锁，朕知道你的用心，但是朕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周的江山被宇文护给糟蹋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快来人呐！来人！皇上，皇上，快传太医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怎么回事？皇上，夫人，皇上这是中毒了。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些东西是我亲手做的，就连这水我都亲自试过，我没有中毒。皇上怎么会中毒呢？快，他行动了。不行，太医怎么还不来？青锁，快走！不，我要留下来陪皇上。太医在哪儿？没有太医，没有太医当值。皇上，他们好狠毒，连退路都不留给我们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去想办法。哎，夫人，这是奴才私下藏起来的，以防有变，是解毒的。快扶起来！皇上。药不对症，只能暂缓一时，只怕无法清除皇上体内的毒。月宫人，看住皇上，我立即出宫想办法。你一定要照顾好皇上。青锁，皇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记住朕的话，好好照顾四弟。皇上，皇上，撑住！皇上，皇上，等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等等我，皇上。夫人，请留步。我有急事出宫，还请放心。夫人，请留步。这是皇上的谕旨，你看清楚了，是皇上派我出宫的。夫人，宫中印信已变，还请夫人回去核实，再领药牌吧。哎，夫人，职责所在，再要印出休怪卑职等无礼了。你们敢杀了我！皇命难违。你们口口声声说皇命难违，职责所在。敢问你们当的谁的职，听的谁的命？自然是当的皇上的职，听皇上的命。夫人不必纠缠，今日若换不过印信，你是出不了宫门的。那既然你们吃的是皇上的俸禄，就应该忠于皇上。现在皇上被人毒害，危在旦夕，你们为什么不放我出宫求救？你们这样横加阻拦，难不成你们跟谋逆的人沆瀣一气，蛇鼠一窝？什么？皇上被人毒害？啊！我有皇上谕令在此，恳求各位将军放我出宫。我袁青锁死不足惜，一定不会忘记各位大哥的恩情。这，青锁姑娘，尹侍卫，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尹侍卫，我要回唐大司空府，你来的正好，还请让他们放行。青锁姑娘，作为皇族女眷，若是不能以身作则，乱了宫里的规矩，不但属下等人会受责罚，青锁姑娘也难辞其咎。青锁姑娘，请回吧，属下自会禀告大司空，来宫里接青锁姑娘。尹豹，你可知道抗旨的罪名？抗旨当然是死罪，可守住宫门是皇上的旨，若青锁姑娘硬闯宫门，便是死罪。青锁姑娘，听属下一声劝，你今天绝对出不了这宫门。你，属下告退。啊，尹侍卫，夫人她说皇上，给我看好宫门。看样子是出不去了。有人出入宫门，与其在这里硬闯，倒不如去想别的办法。绝不轻饶。是。太医局，对，去太医局找解药。有人在吗？太医，有人吗？为什么没有解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解
解药呢？没有太医，没有药，皇上，我该怎么办呀？皇上，我该怎么办？御花园，对，他们说御花园里的花好多都是草药，对，去御花园看看。人人都知道大冢宰是马上将军，没想到大冢宰功夫了得，招招致命啊！仙子到来是为何事？我来看看大冢宰是不是运筹帷幄，有必胜之把握。不用太久，或许今日一切自有分晓。适者生存，本仙子一向站在强者的一边，现在我就等着和大冢宰，一个做天下人王皇帝，一个做天罗地宫的公主了。仙子所要的，寡人自然会满足你。我自然是信得过大冢宰的，不过宫里那位屡屡向大冢宰宣战，似乎也不弱呢。这一次他再无机缘宣战了。哈哈，这样那我就放心了。好戏要看结局。大冢宰还真是棋高一筹，连诸葛无雪都成了你的棋子。世人有争名夺利者，有自命清高者，其实心里想要的东西还不是一样。也许有一个人超脱了呢。我不得不奉劝大冢宰一句：虽棋艺高超，但防棋差一招啊。你是说宇文邕？寡人从来没轻视过他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奉大冢宰之命，保护大司空，把大司空府给我包围起来。是。请留步，容卑职禀告大司空。宫中出现刺客，大冢宰有令保护大司空，违令者斩。这里可是大司空府，你让不让路？大司空由我等保护，你可以留在大司空府，可没大司空的命令再向前一步，休怪我等无情。是谁在大吵大闹，吵了本大司空与楚总管下棋的雅兴？参见大司空，卑职秦越奉大冢宰之命前来保护大司空。主上，卑职曾阻拦。好了，兄长派人来保护，我就安心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楚总管，你还是不肯服输吗？上当了吧？我声东击西，这个角归我了。你们辛苦了，楚总管。各位不顾安危，听从大司空安排，来此商议对策，楚某敬佩万分。楚某替大司空向诸位表示谢意。楚总管，大司空是皇上的玉帝，大周朝的栋梁，你如此，折煞我等了。是啊，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为了大周朝，当不惜一切。更遑论皇上身陷困境，倘若现在还不出手，还能称之为大周之臣吗？
我等有血性之人，怎堪奸臣误国？理应剿灭奸人，振我朝纲。剿灭奸人，振我朝纲。现在皇宫侍卫被宇文护全部掌控，皇上心里危在旦夕，昨夜已发出讯号向宫外示警。大司空恐孝努帝之事重演，所以将各位聚集于此，筹谋对策。不如硬闯，我倒要看看那宇文护怎样只手遮天。宫中都是宇文护的人，若硬闯，势必要动用武力。马将军手下兵多将广，何不与宇文护这奸贼一拼呢？齐国已经在边界集结军队，蠢蠢欲动。倘若调动兵力，平息内乱，势必给高长恭以可乘之机。那怎么办？难不成就眼睁睁地看着皇上被那宇文护软禁，国耻颓废？楚总管，大司空聪明绝顶，有何良策呀？大司空倒是有一计，不过确实需要各位舍却身家，冒险而行。只要能保住大周朝，性命不息，遑论身家。楚总管，你就说吧。大司空请各位于今日朝堂鼓响之时聚集宫门，然后各位到时候只需要等待号令。好久。殿下，俗话说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公子想为周国求情，吾臣是想为殿下求情。哦，吾臣今天在乡下遇到了一件事情，一个财主险些被蛇咬了，一个农夫舍命救了他。你说这个财主该怎么办？自然是重重答谢农夫了。吾臣也是这么想，可是我眼下看到的却是，那财主准备冲进农夫的田里，把农夫种的粮食都抢走。身为大齐臣子，皇命难违。就算公子骂姑忘恩负义，姑也断断不会因一己恩怨左右国家大事。趁国有内乱而外袭之，实为不义之事。殿下于长安城两进两出，全拜周国大司空所赐，才能全身而退。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殿下就不怕坏了名头？世事如浮云。既然如此，多说无益。殿下，前面就是小春城。殿下以为那诸葛吴雪会大开城门出门相迎吗？我们四大护法都不是浪得虚名的。我朱雀为护法相无尘，对你宣战。你若仍不顾百姓安危，攻击周国国土，我必竭尽全力对抗骑兵。各为其主，好自为之。不管如何，还要多谢吴臣公子在长安城出手相救。到底在哪里？我明明记得在这看到过几棵紫草，哪里去了？啊！不是不是，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解毒呢？还有什么？啊！我一定要救皇上！我一定要救皇上！你在干什么？是你啊！对了，对了，你身手好，可以在宫墙之上来去自如。诸葛城主，
还请你一定要帮我个忙。青锁姑娘，但说无妨。皇上中毒了，还请你快去宫外找大夫和解药。还有，告诉宇文邕，你能跟我走吗？我来皇宫，都是为了你。皇上的死活与我无关。要是你肯跟我走，不，我不要跟你走。不要，那你就继续在这儿找解药吧。诸葛无雪，你高长恭、宇文邕，现在又是宇文昱，他们每一个都比我诸葛无雪重要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地位吗？诸葛城主，人命比什么都重要，你知道吗？除非你答应我，心甘情愿跟我回小春城，一生一世都不准再回长安城，也不要再跟宇文邕和高长恭来往。别做梦了，我永远都不会跟你走，也不会糟蹋我自己。你要是不肯帮忙，就请离开这里，不要耽误我找解药。好吧，解药我有。不错，毒是我下的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你。我？哼！诸葛无雪，不管我们之间的婚约到底是真是假，但是就算你对我有半点感情，你都不应该这样逼我。我需要你。需要？对，只是需要。要说感情，我诸葛无雪不能给你，我只是需要你这个人。解药，你把解药给我，你把解药给我。我会给你。你知道我的条件？你做梦！你知道我武功高强，也可以硬带你走，可我想让你心甘情愿。也许你现在应该软语相求，以宇文昱孱弱之躯，吃了我的独门毒药，你觉得他能撑多久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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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醒醒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夫人，刚才的药并无疗效，皇上的手现在越来越凉了。皇上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能好好保护皇上。任青锁，只要你肯，自然能帮皇上脱困。尊驾是谁？皇上的救命人。皇上，皇上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。夫人，好，我答应，请你尽快救治皇上。不过，你记住，我只有确定皇上没事，才会兑现我的诺言。让他来。水，放心，这杯水没有毒。皇上，皇上，你终于醒了。青锁，臣小春城城主诸葛无雪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来。让他们退下。全都退下。诸葛无雪救驾来迟，还望皇上恕罪。千里迢迢，诸葛城主，既然来了，就在宫中多住几日吧。看到皇上无恙，
臣就放心了。臣与青草姑娘已有约定，要赶回小春城。等等，我说过，我只有确定皇上无事，才会跟你走。皇上吃下的只是一半的解药，另外一半在小春城。要是你跟我回去，吴雪定当双手奉上解药。皇上，臣可以向您保证。你卑鄙！世事多变，吴雪只是防患于未然。青锁，你真的要去小春城？皇上，我没想到事到临头，居然是你一个弱女子，为了救朕，不惜一切。皇上，青锁，既然你意已决，也罢，去小春城过逍遥日子，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。朕成全你。只要皇上能尽快恢复，我无怨无悔。